讓你嘅話嚟堅固我哋嘅信心，也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使我哋能夠行在你嘅心意裏面。主啊，更好預備自己迎接你嘅再來。主，我哋仰望你嘅聖靈高沫講嘅同埋聽嘅。主啊，將我哋一同帶到你嘅面前，垂聽我哋嘅禱告，榮耀頌讚都歸俾你，祝福歸俾你嘅教會。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感謝主帶領我哋踏進2026年，呢個實在係神嘅恩典。世界雖然越過越幻變，世事亦都越過越壓迫，但係我相信我哋呢位神唔單止係賜我哋新嘅日子嘅神，亦都會帶領我哋迎向新挑戰嘅神。前嗰排我同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去查讀以賽亞書43章，讀到咧有兩節嘅經文咧非常之鼓舞嘅，係以賽亞書嘅43章15節同埋第19節經文嗰度話：我是耶和華你們的聖者，是創造以色列的，是你們的君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神喺度乃係親自嘅宣告，佢係邊一位？佢話我是聖者，係創造者，更係君王，佢係掌權者，並且神要我哋着意注意一件事。佢話：看啊，我必在曠野中開道路，在沙漠中開江河。我哋都知道曠野同埋沙漠乃係最艱難，係最荒蕪嘅一個絕境，係乜嘢都冇。但係神卻係在咁樣嘅地方，佢話佢要開一條出路，並且佢要帶出供應。佢嘅供應係豐富，好像江河一樣。呢個係神所做嘅事情，係冇人能夠做嘅。呢個係何等嘅寶貴！所以弟兄姊妹，在新嘅一年，無論係我哋自己，無論係家庭或者話神嘅家，我雖然唔知道我哋會面對乜嘢嘅挑戰同埋衝擊，但係有一件事，我哋只需要知道嘅係一件事，就係我呢位神，佢係為君王嘅嗰一位神，佢係一直掌權，佢係永遠掌權，佢會為我哋開出路，佢都為我哋帶嚟供應嘅呢位神。所以讓我哋嘅眼目，我哋只需要專注喺呢位神身上。信靠神，咁樣嘅時候，所有嘅挑戰，所有嘅艱難，都要轉化為我哋經歷呢位神真實嘅一個嘅契機。我想以下咧同弟兄姊妹咧去聽一首嘅詩歌，係用呢首正係用呢節嘅聖經咧去寫嘅一首詩歌，叫做《沙漠中嘅讚美》。感謝神，人在沙漠中，人在曠野裏，之所以仍能讚美，係因為神。所以我哋在生命當中最大嘅需要，乃係建立與神一個真實、持續並且盡心嘅關係。呢個無論係對於任何人嚟講，都係不能夠忽略嘅，都係咁重要嘅事情，係我哋敬虔生活嘅一個必須。而講到敬虔嘅生活，除咗係持守對神與神嘅關係之外，亦都係有一個嘅實行，我哋不能夠忽略嘅，乃係擘餅紀念主。呢個亦都係主臨同門徒離開之前，為門徒留下嘅一個嘅遺命，係關係到我哋個人敬虔嘅一個緊守，亦都係關係到教會對神嘅敬拜。所以喺度咧，我哋帶出咗有兩件在我哋信仰生活裏邊非常之根本同重要嘅事，乃係敬虔與敬拜。呢兩者亦都係相輔相成嘅，就係因為敬虔與敬拜係咁重要，所以喺今年嘅首季，我哋會好好嘅可以用7周嘅時間去同弟兄姊妹交通呢一個系列嘅信息。就係除咗2月我哋會專注喺小組相交擘餅同埋新春福音之外，我哋會喺1月同埋3月份用7周嘅時間去同弟兄姊妹交通有關敬虔與敬拜。頭嗰2次我哋會着重喺敬虔方面，之後嗰5次會着重喺主日我哋對主嘅敬拜方面。但願主藉着佢嘅說話喺今年喺首個季度，就在教會當中，在我哋個人身上都作一件新事，加強我哋個人敬虔嘅生活，同時亦都提升教會對神團體嘅敬拜。主能夠作這樣嘅新事。而今朝早我想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次有關敬虔嘅主題，就係在敬虔上操練自己。講到敬虔，究竟佢係咩嘢意思呢？敬虔嘅英文乃係 godly。godly 佢最少嘅最起碼嘅含義就係有神，而佢終極要達到嘅意義就係要像神。
而喺中間所有包含嘅咧，就係人需要敬畏神，人需要愛神、親近神，要順從呢位神，並且活着要為神。總義嚟講，敬虔乃係一種以神為中心嘅一種生活態度，而呢個其實就係神造人嘅一個目的嚟嘅。去年我哋交通到創世記，創世記嘅1章26節可以話係全卷創世記，甚至有讀聖經人話可以視為全本聖經嘅一個鑰節，係非常之重要嘅經文嚟嘅。創世記1章26節嗰度話，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呢度係聖經第一次提到人嘅地方，係講到人之所以為人，佢嘅意義、佢嘅特點、佢嘅目的係乜嘢？神究竟賦予人係咩嘅特質？呢段聖經話俾我哋聽，人係被神所造，係有神形象，係受神所託，亦都係為神而活嘅。俾我哋睇見人嘅每一方面都應該係與神發生關係。所以世界話俾人聽，你係最重要，但係聖經卻話俾我哋聽，你同我並唔係最重要，神先係最重要。神係中心，佢都係主宰。所以人要點樣生活，唔係人自己嚟決定嘅，乃係由神決定嘅。人最大嘅尊榮唔係要活出真我，乃係要活像神。人活着最高嘅意義唔係要自我實現，叫自己滿足，乃係要讓神滿足。所以神唔係一位只係替人消災解難，或者話為人服務嘅神。神係配得着每一個人嘅敬奉同埋尊榮嘅，而且神係要透過你同我去活現，去將佢活現出嚟嘅。因此，人活在地上，唔係單單係要顧着自己嘅需要，乃係要為着神嘅需要。呢個乃係人生而為人嘅目的，亦都係敬虔嘅真義。保羅對於呢樣嘢係非常之認識，所以喺佢嘅人生裏邊咧，可以話佢最重視嘅乃係敬虔。所以當佢晚年嘅時候，佢寫提摩太前書俾提摩太嘅時候，佢有一段話咁講嘅，喺第4章提前第4章嘅第7節至到第10節嗰度話，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謬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喺度保羅佢勸勉提摩太有一件事非常之緊要，就係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呢件事之所以重要，因為保羅話呢個係凡事都有益處嘅。世界上冇任何一件事係在凡事每一方面都有益處嘅。好多時候喺呢個範疇裏邊有益，喺另一個範疇裏邊就唔一定有益處，甚至可能會有害嘅。但係唯獨敬虔係凡事都有益處。點樣睇見係凡事有益處呢？如果我哋從新約嘅整個嘅教訓嚟講，當一個人佢真係持守敬虔生活嘅時候，對佢自己佢嘅內心佢會常覺得知足，覺得穩妥。就算佢身處逆境，佢都能夠有能力迎難而上。佢與人相處，無論係家人，無論係同伴，無論係在社會上，在教會當中，佢都能夠保持一個和睦嘅關係，甚至能夠將祝福帶俾別人。唔單止在今生，並且在來生，佢有盼望。佢唔會懼怕死亡，因為佢知道佢去邊度，而且佢更相信主來嘅時候，佢能夠有份於國度嘅獎賞。所以敬虔乃係影響人由今生直到來生。保羅嘅一生就係活喺呢個實際嘅裏面。從前有一位無神論嘅學者，佢非常之有學識。佢有一次喺一個嘅公開嘅場所裏邊咧，佢向人發出一個挑戰，就係佢相信呢個世界冇神而佢能夠用好多嘅哲學嘅邏輯推論去論證呢個世界上面咧係根本冇神嘅，所以宗教係唔存在嘅。如果有人認為呢個世界有神嘅話，歡迎佢站出嚟同我辯論。佢咁樣佢發出一個公開嘅挑戰。當時雖然咧喺個場合裏邊咧有好多人喺度但係冇人咁站出嚟咧係同佢辯論，因為佢好有學識，好有口才。不過隔咗一陣之後，有一個老婆婆佢慢慢走出嚟，佢就唔係想同呢個學者辯論，而係呢個老婆婆咧佢分享佢過往一生嘅經歷。呢個老婆婆咁講，佢話50年前我個丈夫離世，
留低咗3個好年幼嘅孩子等我照顧。當時候我唔單止係寡婦，我亦都身無分文，但係我相信神係我嘅父，亦都係我嘅救主，我可以依靠佢。所以往後嘅年間，我一直依靠呢位神。轉眼之間50年過去咗啦，今日我3個嘅孩子唔單止成人，亦都能夠成才，我個內心覺得非常滿足，我亦都無愧於任何人。雖然而家我感覺到時日無多，我年紀大啦，但係我知道我將來去邊一度，呢個都係神為我所成就嘅事情。佢講完佢自己嘅故事之後咧，呢個老婆婆就轉向呢個無神論嘅學者，佢話：先生，你嘅無神論理論又為你做過啲乜嘢咧？當呢個學者聽到呢番話嘅時候咧，佢真係無言以對，最後佢就收收攢攢咁樣離開。呢度俾我睇見，雖然係一個好平凡嘅婦人，佢冇咩嘅學識，但喺佢身上，佢係有敬虔嘅神意，以致佢活出嚟嘅嗰個嘅真實嘅榜樣，連一個無神論嘅學者都被折服嘅。所以弟兄姊妹，保羅喺呢度話：操練敬虔係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嘅應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十分可佩服有另一個翻譯就係完全可以接受嘅，即係呢個說話係毋庸置疑嘅。有關敬虔嗰個重要，有關敬虔所帶嚟嘅益處，係人唔可以去懷疑嘅，應該完全接受，全般接受。而且保羅最後話：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保羅唔係話你要勞苦努力，保羅話我們，即係話佢嘅一生都係為着敬虔嘅生活，達到敬虔。佢話係勞苦努力啊！所以保羅雖然佢外邊神託付佢傳揚福音，佢建立教會，佢牧養聖徒，佢有好勞苦，但係喺佢自己嘅書信裏邊，佢透露出喺佢內心裏邊，佢真正要勞苦努力嘅係一件事，就係達到敬虔。呢個係保羅嘅見證。敬虔係好重要，但係敬虔佢並非自動就有嘅，而且敬虔亦都唔係話一下子就會有嘅。喺保羅嘅對提摩太嘅囑咐裏邊，佢提到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就係敬虔係需要藉着操練而達到嘅，就好像操練身體咁樣樣。身體如果有強壯嘅話，唔係諗下就得嘅，亦都唔係話咧我稍為去從事一啲嘢，今日做，聽日就會即刻身體健壯嘅，唔係嘅。係需要藉着操練。咁操練嘅精神咧，就好似操練身體一樣嘅，就第一要刻意嘅，就唔係只係有心願，係要刻意去從事一啲嘅事情。第二係需要持續嘅，就唔係只係睇心情嘅，唔係偶爾嘅，唔係看天氣嘅，今日做下，跟住隔個禮拜又心情好咧又做下，而係需要持續不斷，甚至係每日嘅。而還有第三就係操練咧，係會越操練越見果效嘅。雖然你喺操練過程裏邊咧係會付代價，有陣時會失敗，有陣時咧會感覺到枯燥，但係當我哋持之以恆嘅時候咧，係會越見果效嘅。操練敬虔都係咁樣樣，係需要刻意，需要恆常，並且越操練，我哋會越過越像神，生命會越過越似主嘅。所以喺3方面咧，我想同弟兄姊妹咧去分享，係我哋需要操練嘅。第一就係敬畏神。敬虔應該係從敬畏開始，敬虔係一種生活嘅外顯，敬畏係內心對神嘅態度。咩叫敬畏神呢？敬畏神就係怕得罪神，呢個係消極嚟講。更加積極嚟講就係怕神唔喜悅。我唔係因為怕我做錯一啲嘢被神懲罰，當然呢個都係好，但係唔夠。敬畏更加進一步嘅意義就係我係怕我任何嘅一啲嘅事情，我會叫神唔開心，會傷神嘅心。呢個係敬畏嘅精神。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在生活當中，凡事我哋都應該保持着一個敬畏神嘅態度。凡事我哋都要諗起神，包括我眼睇緊啲乜嘢，我嘅口我講啲乜嘢，甚至我嘅心係諗緊啲乜嘢，我身體我着啲乜嘢。甚至我同人相處嘅時候，我點樣對人，我點樣做事，我喺公司裏邊我係點樣處事。世人係一套，但係我點樣做事，我唔係照世界嗰套，我係要想到呢位神，神要我點樣去做事，係要讓我在凡事上去對得起神。呢個就係敬畏嘅態度。而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要留意我哋良心嘅聲音。神造我哋係有良心嘅，良心在聖經裏邊亦都稱為是非之心。
會讓我哋判斷喺神嘅眼中乜嘢係是，乜嘢係非，唔係照世人嘅睇法，唔係照世人嘅標準，但係按照神嘅標準。呢個係良心嘅聲音，更加係同時間亦都係藉着神話語嘅提醒。神嘅話係寫出嚟，佢嘅原則係點樣嘅呢？神喜歡係點樣嘅呢？雖然聖經唔能夠每一件事情都講得白紙黑字咁教我哋點樣做，但係喺凡事上已經係顯明出嘅原則係點樣嘅。當我哋有神嘅話嘅提醒嘅時候，我哋順着神嘅話去行嘅時候，呢個就係活出對神嘅敬畏。有位弟兄喺多年前咧去外國留學，當時咧嗰個嘅喺大學裏邊咧好盛行嘅一種嘅風氣咧就係請人去代考，去代為考試。就係有人咧喺讀書上讀得唔好或者揾咗種種原因佢唔能夠去考試啦，佢就請另一個讀書叻嘅人咧，就以佢嘅名義去代考。咁考到好嘅成績，佢仍然升班，仍然能夠得到好嘅學歷。喺好多年之前咧，呢個可以話咧一個風氣係非常之普遍嘅。咁呢個弟兄留學嘅時候咧，佢讀書上亦都唔錯嘅，所以都喺個班裏邊有一個同學，因着一定嘅緣故咧，都想請佢代考。佢係應承咗對方喎，而呢個同學咧佢更加係有黑社會背景添，可以話一面又係利誘，一面又係要威逼。咁呢個弟兄就應承咗佢。但係有一次，當呢個弟兄佢讀聖經，就讀到詩篇嘅第1篇第1節，聖經話：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主就借咗呢節聖經咧，光照弟兄，讓佢想起，我曾經應承咗人將要去代考喎，呢件事神唔喜悅喎，因為呢個惡事嚟嘅，代考係作假喎，並且對方呢個同學有黑社會背景喎，惡人喎，即係佢如果咁做嘅話，神唔喜悅，得罪神喎。但係弟兄裏邊都有掙扎嘅，因為應承咗人，而且對方有咁嘅背景如果佢而家去拒絕佢嘅時候，會唔會有咩後果咧？會唔會報復咧？但係最終佢順從良心嘅聲音，亦都順從神嘅話俾佢嘅提醒，佢就毅然拒絕咗對方，唔可以替佢代考啦。咁結果係點咧？佢有冇受到報復咧？感謝神，呢個同學因為有黑社會背景，佢後來犯咗事，佢就被警方逮捕咗，所以就冇人咧會再難為佢啦。並且更加奇妙嘅就係當年政府咧佢要嚴厲咁整肅咧呢種嘅歪風，就唔可以讓咧呢一個請人代考嘅呢種嘅風氣咧繼續落去。所以咧佢就出咗一個嘅政策，就係要求所有嘅大學，如果以後發現咗有人去代人考試嘅話，所有人都要被遞解出境。正好呢個弟兄順服咗神嘅話嘅提醒，佢冇咁做，否則佢後果就好嚴重，就要被遞解出境嘅。所以弟兄姊妹，敬畏神唔單止能夠討神喜悅，喺我哋身上亦都能夠蒙到保守，亦都能夠承受益處。呢個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係親近神，我哋要似神，也需要常常親近神。聖經俾我睇見一個好鮮明嘅例子，就係摩西。摩西佢乃係經年累月咁樣，佢與神有一個非常之親密嘅關係，甚至佢係與神面對面咁樣親近嘅，以致摩西到人生嘅晚年，喺聖經裏邊係被稱為神人摩西。呢個申命記33章話俾我哋聽嘅。咩叫神人摩西呢？就係講出摩西佢係一個人，但係佢嘅生命因為長時間與神係常常緊密相連，常與神有交通，佢認識呢位神，佢享受呢位神嘅同在，佢知道呢位神嘅心意，並且佢嘅生命亦都能夠處處去反映出呢位神出嚟，所以佢活像一位神人一樣。唔單止摩西係咁樣，其實喺我哋人世間嘅相處都係咁嘅。夫妻多年，如果係有親密嘅生活、親密嘅關係有常常咧好親密嘅一種嘅溝通嘅話，慢慢久而久之咧無論裏邊嘅嗰種嘅觀念以至外貌都會越嚟越彼此相似嘅。頂住呢個就係我哋同神之間嘅嗰個故事都係咁樣。我哋唔單止係已經得救，已經相信神，唔單止我哋每周嚟聚會，我哋平日嘅生活，如果我哋都能夠恆常地有建立親近神嘅一個習慣嘅話，呢個係絕對要使我哋嘅生命會一個月接一個月，一年過一年，係越過越似神嘅。所以每日，如果我哋能夠花時間，我哋好好讀一段嘅神嘅話，唔係單單當交功課，為讀而讀。而係藉着讀神嘅話，我哋去靠近神，我哋用我哋嘅心靈去聽神，聽下神對我哋說咩嘅話語，俾我哋有咩嘅提醒，有咩嘅教導，或者話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有停留，
去求告一下神或者將我哋嘅生活，我哋所面對嘅事情，我哋向神傾訴，將我哋嘅難處去卸俾神，去告訴神，去依靠神。我哋有咩經歷到神嘅恩典，我哋感謝神。我哋每一日都係分別一段時間，我哋咁樣去與神來往，係屬於神嘅，與神相會嘅時候，我哋嘅生命係絕對係會久而久之係越過越像神噶。弟兄姊妹，可能你會話我冇時間啊，雖然我想，我都知道重要，但冇時間。弟兄姊妹，其實好多事情唔係時間嘅問題，係重要性嘅問題，或者係選擇嘅問題。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要面對好多嘅事情嘅，但係喺咩嘅事情喺我心目中嘅係重要嘅咧？每人都唔同，我哋嘅優先次序點樣擺放，就要反映出我哋心裏邊乜嘢係最重要嘅。重要嘅事情總係有時間做嘅，所以主耶穌曾經對馬大講過，佢話瑪利亞，論到瑪利亞，佢話瑪利亞係選擇了上好的福分。在瑪利亞嘅心目中嚟講，有一樣嘢稱為上好嘅福分，就係坐喺主嘅腳前，親近主，聽主嘅聲音。對瑪利亞嚟講，呢個係冇一樣嘢比呢個更好嘅，係上好嘅。但係呢個對瑪利亞嚟講係一個選擇嚟嘅。瑪利亞已經選擇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就親愛的弟兄姊妹，乜嘢係你同我上好嘅福分呢？乜嘢喺我哋嘅生命當中係不能夠缺少嘅呢？以致我哋願意花時間喺佢身上呢？如果我哋視之為重要嘅話，無論我哋幾咁忙都好，點忙都好，一定有時間翻出嚟嘅。重要嘅事總係有時間做，總係有時間做嘅。與神嘅關係有冇其他事情比呢個更加重要呢？呢個使我哋能夠內心飽足，呢個叫我哋在逆境裏邊有迎難而上嘅能力，呢個使我哋能夠與人相處都能夠達至和睦嘅關係，影響我哋從今生直到來生。有冇其他任何一件事比親近神更重要？求主幫助我哋能夠在新嘅一年裏邊重新建立親近神嘅習慣。呢個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係認識神，要像神，唔單止我哋敬畏神，唔單止我哋親近神，亦都需要認識我呢位神係點樣嘅一位神，佢嘅心意係點樣樣，佢嘅屬性係點樣樣，佢嘅作風係點樣樣。但係我哋身處呢個世界，世界常常係攔阻人去認識神嘅，所以難怪保羅喺羅馬書嘅第12章嘅第2節嗰度話，佢吩咐我哋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我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保羅話，如果人要認識神，人要明白神嘅旨意，有一個先決條件，就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原來我哋活在世上，當然我哋唔能夠離開世界，我哋要活在呢個世界裏。但係活在世界上面有一個嘅危機，就係我哋會效法咗呢個世界。其實神嘅兒女，我哋應該係存在於世，但係在關係上、在連結上，我哋係不屬於世。即係話世界有佢一套嘅準則，有佢一種嘅樣式，但係我哋活在呢個世界上，我哋應該有另一種嘅樣式，另一種嘅準則。我哋係存在於世，我哋應該影響呢個世界，但係唔係被呢個世界影響。保羅話效法世界就係不知不覺會被呢個世界影響，甚至同化。世界係咩嘅樣？世界嘅價值觀、世界嘅金錢觀、世界嘅嗰種嘅愛情觀、世界嘅人生觀係點樣樣？我哋就會慢慢嘅會受到佢影響、同化，同世人一樣，以致我哋嘅口味、我哋嘅諗法、我哋嘅追求、我哋嘅言語、我哋嘅外表、我哋衣着等等，都係同世人一樣嘅。呢個叫做效法世界，被世界同化。保羅話，如果我哋要察驗乜嘢係神，要認識神同埋察驗神嘅旨意，即係要認識神要乜嘢嘅話，不要效法呢個世界。我哋應該存活喺呢個世界裏邊，我哋應該以我哋嘅生命去影響我哋身邊嘅人，而唔係被我哋身邊嘅人去影響翻轉頭。咁你話我哋點解人會慢慢不知不覺效法咗世界呢？因為世界有一個好厲害嘅手段，就係無時無刻藉着各樣嘅渠道，無論廣告啦、短片啦，即係好多社交嘅平台啦、流行曲啦，去不斷將佢嘅思想去灌輸喺人嘅身上，甚至灌輸喺神嘅兒女嘅身上。無論係吃喝玩樂啊，或者話投機賺錢啊，
或者話男男女女嘅嗰種嘅離離合合啊，等等呢啲嘅好多嘅觀念價值觀都好似洗腦咁樣，每日嘅全天候嘅灌輸喺你同我嘅心裏邊。所以領袖會久而久之，慢慢我哋活出嚟嘅樣子就唔係像神嘅樣子，就好像世界嘅樣子，以至到可能我哋信主真係好多年，我哋都會恆常聚會，甚至喺個教會裏邊我哋都會有服侍我哋都會知道聖經嘅一啲嘅道理知識，好客觀嘅，但係我哋實際活出嚟嘅樣同世人唔係好大分別啊！所以領袖會呢個係我哋今時代神嘅兒女活在呢個世上一個非常大嘅危機。所以心思要被更新而變化，但係人嘅心思點樣能夠被更新，以致我哋嘅生命起變化呢？神嘅話就係一個嘅不能夠取代嘅一個途徑，因為神嘅話背後就係神嘅思想。如果我哋唔想我哋嘅思想被世界去模造、去同化嘅話，我哋就要被另一種更加高尚嘅神聖嘅思想，賴神嘅思想嚟重塑我哋，甚至去替代我哋。聖經背後就係神嘅思想，讓聖經嘅話語充滿我哋嘅心，讓聖經嘅話帶嚟神嘅思想，叫我哋嘅思想能夠像神嘅思想，我哋嘅喜歡像神嘅喜歡。呢個就係神嘅話喺你同我身上要達到嘅一個更高嘅一個境界。唔單止叫我哋知道聖經講乜嘢，而係叫我哋藉此越過越認識神，叫我哋行事為人能夠照着神，能夠似神。所以弟兄姊妹，在教會當中有好多嘅渠道咧，係幫助我哋更多去明白神嘅話嘅。當然主日嘅信息係其中一個嘅渠道，但係單主日嚟聽到係唔夠噶。我哋還需要更多嘅追求我哋花時間喺神嘅話越多，我哋對神嘅認識越多，我哋嘅生命就能夠被改變越多，像神亦都越多。所以在教會當中，無論係分區嘅真理課程啦，或者話我哋網上嘅聖經講座啦。今年已經係差唔多第7年啦。嚟緊嘅新嘅一期3月份就開始啦。或者我最近推出嘅短篇廣播啦，甚至啱啱有嘅日日嗎哪啦。無論係舊約，無論係新約，無論係書卷式嘅查考，或者話專題式嘅追求，無論係我哋一同查讀嘅，或者話咧我哋係聽有肢體同我哋分享嘅，去講解嘅，呢一切都係啟發我哋，幫助我哋，叫我哋能夠明白神嘅話語。但係當然啦，呢一切都不過係輔助。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自己去回到神嘅話語裏邊，打開神嘅話語裏，打開神嘅話，去自己去讀、去思想、去明白、去吸收，讓唔單止係在我哋嘅頭腦裏，更進到我哋嘅心裏，係讓聖靈在我哋嘅生活當中嚟想起主對我哋說過嘅一切話，無論係我哋在聚會裏邊所聽嘅，抑或我哋自己本身所讀嘅。如果我哋能夠有呢一個追求神嘅一個嘅習慣，神嘅話喺我哋裏邊係越過積蓄嘅越多嘅話，我哋呢個人嘅生命就會越過越豐富。當然，追求主途徑方法有好多嘅，無論係我哋個人又好，無論係我哋小組又好，我哋鼓勵弟兄姊妹喺新嘅一年，但願主俾我哋有一個嘅屬靈嘅渴慕，讓我哋都想一想，在我哋現有嘅聚會嘅生活，或者話在我哋現有嘅一個讀經嘅生活，有冇可能主俾我哋能夠有另一個渠道、另一種嘅方式？自己嘅，或者話相約咧係有屬靈嘅同伴嘅，我哋可以去對神嘅話有多有追求，多有認識，咁嘅時候主一定會祝福嘅。最後我想講一位姊妹嘅見證，就喺幾年前咧，有一位姊妹咧，佢係參加咗教會嘅2年侍奉培訓嘅第2年，因為呢位姊妹咧，佢實在要付好多嘅代價咧，先能夠去有份於教會呢個嘅追求。佢本身係帶職並且咧佢都係2個兒女嘅媽媽，咁所以咧佢要放低職業。去參加教會嘅追求咧，一啲都唔容易嘅。但係感謝主，主俾佢裏邊咧，多年嚟有呢個心願。到了時候，佢毅然咧放下佢嘅職業。每朝早同弟兄姊妹咧，去花2個幾嘅鐘頭嘅時間咧，係喺度查考神嘅話語，一章一章、一卷一卷咁去讀聖經。但係因為佢同時間除咗應付追求嘅需要，亦都需要亦要照顧自己嘅兒女，照顧家庭，所以咧佢生活咧非常忙碌。佢話喺嗰個年裏邊咧，佢嘅生活咧係每日都係從朝頭早6點半一直忙到夜晚12點，身體好疲倦，但係佢卻見證話，佢嘅內心卻感覺到非常嘅充實同埋飽足，而且因為神嘅話係一章一章、一卷一卷咁去查考去明白，唔單止係存記喺佢嘅頭腦裏邊，亦都藏在佢心裏
心裏邊嘅時候，神嘅話真係慢慢去更新佢嘅思想啊，以致佢話佢人生嘅優次能夠重排啊。從前雖然佢可以話從細喺教會裏邊長大啊，但係即係在職多年，同呢個世界接觸得多嘅時候，世界好多嘅價值觀啊、人生觀啊，慢慢都入侵咗佢裏邊，都已經有啲觀念已經係歪曲咗噶啦。但係神嘅話更多嘅入嚟嘅時候，叫佢嘅心思被更新，叫佢重整人生嗰個嘅優次，而且藉着神嘅話，佢能夠睇見救恩嘅寶貴，更能夠發現教會在神旨意當中嗰種嘅榮耀啊！哇，呢個都係因為咧佢一年之間同弟兄姊妹每日咁樣查考神嘅話而有嘅果效，而且主更加祝福佢生活嘅各方面。因為咧佢要放下職業，並且花相當嘅時間咧，要早上追求，並且下晝翻去咧，亦都要即係應付咧，即係追求個功課。佢就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花咁多時間咧去睇佢仔女嘅功課啊。但係佢嘅仔嘅功課冇因為佢少咗時間去睇而成績下降，反而嗰年咧成績更加好。而且佢丈夫因為咧佢要參加培訓啦，所以佢丈夫咧都要每日咧提早下班落嚟，即係翻到屋企咧去幫補家務。但係佢丈夫亦都唔會因為咧即係工作時間少咗而影響佢工作，反而咧嗰年咧佢升職。更加奇妙嘅就係佢爸爸多年硬心唔肯信主嘅爸爸喺嗰年都願意跟佢翻聚會，甚至信主。呢個真係何等嘅奇妙，真係敬虔啊！睇見呢個姊妹咧，佢每朝早同弟兄姊妹一同嚟認識神，嚟操練敬虔嘅時候，真係經歷到凡事都有益處。所以弟兄姊妹，你同我每一個，我哋都能夠得着呢份嘅益處嘅。所以最重要嘅就係敬虔係需要操練嘅。但係喺今年，主唔單止俾我哋有新嘅開始，求主幫助我哋都能夠有新嘅建立。如果我哋過往在敬虔嘅事上，我哋已經有嘅，求主叫我哋有了還要加上。如果我哋在敬畏神嘅事上，在親近神嘅事上，或者話在認識神嘅事上，我哋放鬆咗，甚至失落咗，願主在恩典裏邊，藉着今朝早嘅話語激勵我哋，讓我哋重新開始。神要在曠野開道路，要在沙漠中開江河。佢能夠在唔可能嘅情況底下，能夠作可能嘅事情。在人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主嘅話語激勵我哋，亦都加力量俾我哋，讓我哋新嘅一年重新開始，在敬虔上操練自己。今朝早嘅信息就停喺呢度。